树林地方法院有一名姓李的法官，半暝12点外对宿舍跳落来，不幸来过往。在生进前又讲到，伊最近办案压力真大。法官的这个协会呢，也呼吁司法院就要放零关考、限量分案等等的方式来解决，通好来减轻法官的负担。接到有民众对楼救护车赶到现场了后，人已经无喘气心跳，送去抢救，依然救无倒来。蔡国民法官伫法庭演练不幸过身的就是伊。树林第二姓李的法官38岁，司法官52期毕业，主要升审、性侵、金融等刑案，也是台办甲破解案的受辩法官。12半暝12点外为宿舍坠楼身亡，经过上验了后，拜读外的介入。很多事情找他，他都义不容辞的帮忙，都非常优秀，真的也热心公益。就让我们真的很讶异，也真的也很震惊了，怎么会是他？完全看不出任何征兆，到现在我都没办法相信。树林地院表示，会配合家属提供相关的协助，毋过伫司法进程，伊捌互太太传信息讲办案的压力大，虽然详细原因爱去调查，毋过也互法官工作沉重的议题，佫引起关注。双方都不上诉，判决书一定要写那么多吗？譬如说，有法官助理，难道不能把法官的心证告诉助理？助理拟出来以后我再改，不行吗？把重要的事情交给法官，而不要减轻他一些不必要的负荷。民团发声制度改革，法官协会也发声明，呼吁司法院1个月内提出具体措施，减轻法官工作负担，建议为限量分案、放零关考等方向进行。大家都承受很大的压力，那为了落实对同仁的身心关怀，那我们是有推出一个心理健康关怀方案。司法院统计全台各地院刑事案件，干那刑事部分为110年，41万外件，去年清关到将近50万件，办案负担大。虽然司法院有向中央争取情报法官认定，不过依然约袂到案件增加的速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